韩将半暝派10架战机逼挖两韩的交界，搁下170粒炮弹。南韩为着压制北韩发展核武，提出高兵制裁。泰国大雨落袂停，水坝暂袂调要放水，下游淹了。澳洲今年超过20人因为水灾死亡，而且大雨可能无遐紧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头一站要继续来看，惊天下无够乱，但不时射飞弹乱来到的北韩。昨暗时10点外，北韩是雄雄派10架战机逼挖两韩的军事交界线，半暝点外，搁射170粒的炮弹。过无半点钟，搁向日本海射一粒地定飞弹。这个射飞弹已经是这2礼拜来第8届，也是今年的第24届。南韩谴责北韩违反军事协议，不过北韩是辩讲这个行动拢是为着反制南韩的炮击演习，而且直直有风声讲北韩短期内会测爆核武器。这阵南韩是决定对北韩提出高兵制裁，而且这阵有南韩的媒体是报道讲，南韩要求美国伫因遐部署核武器，要用核武器来对抗核武器。这若是真正爆发战争，正经是有可能会毁灭地球。13暗时到14个分点，北韩出动10多架的军机，挖经两韩的军事分界线背。南韩紧急升空 F-35的稳型战机境界，指控北韩向军事缓冲区发射差不多170粒大炮，严重违反2018年双方签的军事协议。第14个分点1点55分，北韩又搁向日本海发射一粒地定飞弹。 이번 북한의 동서의 완중무역 내에서의 포병 사격과 단거리 탄도미사일 발사는 각각 9.19 군사비와 유엔 안보리 결의에 대한 명백한 위반으로 한반도는 물론 국제사회의 평화와 안정을 해치는 심각한 도발 행위이다. 北韩官方媒体第14发射飞弹了后，马上报道是要反制南韩13连续炮击演习10点钟外，这嘛是过去2礼拜以来北韩第8届发射飞弹。南韩决定对北韩研发核武甲毒品制裁15个人甲16间机构，这次5年来的头一届的一方面的制裁。虽然飞弹最后落在日本经济海峡外口，不过日本则是也是搁向北韓提出嚴正抗議。当該弾道ミサイルは変速軌道で飛翔した可能性があり、引き続き分析中であります。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 朝中社13报道，北韩领導人金正恩12日監督當頂飛彈，成功拍到目標了後強調，北韓的核武力量已經做好實戰的準備。雖然南韓專家認為北韓的報道內容無法度完全相信，不過日本防衛省甲部分南韓專家卻認為，北韓伫核彈頭的微型化技術應該有真大程度的進展。國際新聞的朋友。 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產經新聞。日本政府公布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費用，計共是開12億4千萬日票，比原本預估的減4億。主要的原因是外賓較少，警備接待就變較遐濟。韓國朝鮮日報報道，2020年一個南韓的公務員被偷走去歸順北韓，同單死。 當時嘅文在寅政府拆掉100多份嘅相關文件，涉嫌隱瞞證據。南韓嘅檢察院是要求檢方要重新調查文在寅時期嘅官員。英國《Times》報道，有保守黨嘅議員正在討論講，要對進前黨主席嘅選舉當中找人選來取代英國首相 Truss， 逼 Truss 來提早落台。昨日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去年嘅美國國會大樓暴動案嘅特別調查委員會表決通過，要傳喚前總統 Trump 作證。 說明講，伊在暴動事件當中是甚麼角色？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前總統 Trump 的律師團要求特別主事官審查聯邦調查局對 Trump 引導扣押的機密文件，最高法院是拒絕這項請求。烏克蘭這陣的攻勢是真猛，本地和羅西亞佔據的赫爾松已經是一塊一塊收倒轉來。 對這張圖當中，咱會當看到講，這紅色的是羅西亞控制的地區，黃色的是烏克蘭反攻收倒轉來的。這青色的圓圈啊，是這陣兩軍當咧交戰的主戰場。赫爾松的戰略位置是真重要，伊連接克里米亞半島，和羅西亞會當直接攻入去烏克蘭的南部，嘛是羅西亞軍隊的補給路線。烏克蘭若會當把這塊收倒轉來，會當講是開戰以來上大進展。
罗西亚人民的赫尔松州长萨尔多，当时建议当地民众撤离，这也代表讲罗西亚伫咧赫尔松已经失去优势。AR3正面甚至是弹药，这乌克兰士兵咧检查一个俄军撤走了后留来战俘，原本互俄军占领的赫尔松有部分受获。乌克兰12则表示，佮夺回南部5个据点。克里姆林宫任命的赫尔松州长萨尔多13建议居民撤离。Так и получается, ежедневно ракетным ударам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города.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езда в другие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ля отдыха и учебы херсонских семей.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это для жителей правобережья. 在配到伫赫尔松的居民相近14会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暗过萨尔多发布消息无偌久，副州长斯特德莫索夫发声明表示，即马也无可能有撤离行动。赫尔松是俄罗斯最近占领伫战略上上重要的地区，不只是控制通向克里米亚半岛唯一陆地，也要控制将乌克兰分两边长2200公里的第聂伯河河口。10月初，俄军冲破这防线，是战争以来在南部上大进展，也切断俄军补给加可能逃亡的路线。Тому дуже боляче дивитися на місце, де пройшло твоє дитинство, життя, взагалі просто пусто, боляче. 不过，基辅当局伫南部甲东部被兼并地区的反攻是等乎俄军继续加强前线攻击。13继续对乌克兰数十个城镇轰炸，其中南部的港市尼古拉耶夫受创伤惨重。这11岁查甫囡仔受困伫突击队下骹6点钟，成功被救出来。北约当时宣布加强欧洲防空计划。莫斯科表示，对基辅国较侪军员只是互北约伫冲突当中。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罗西亚最近是对乌克兰大轰炸，乌克兰的境内是有3成的电力设施去互崩坏去。即阵寒人阁要到啊，乌克兰阁是会热势国家，百姓无电无烧气，日子恐惊是真歹过。乌克兰政府就呼吁人民爱加穿挂厚衫裤、蜡烛甲手电啊，卖规划行动的烧气站，烧紧渡过难关。点到蜡烛，亲像妈妈卢波夫帕里甲囡仔伫咧正暗的环境，有当时都爱用手机的手电来照光。这礼拜俄罗斯发动飞弹加无人机攻击，地区3成发电设备受损。伊讲电无够，无法度好好洗身躯，啊，毋过配合政府宣传节约用电，面对特别高的冬天，伊讲无开烧气嘛袂使。Якщо тільки вмикати інколи плиту, щоб гріло, бо що я не знаю, як буду топити. Будемо вдягатися тепліше, будемо під ковдрами ховатися. 电力正暗，9到8万个乌克兰人受冲击。当局呼吁民众尖峰时段节约用电，减少开压缩炉、洗衫机，还有电滚水，甚至计划要建立临时烘烧站，互主体烧气若是供应中断，民众有所在通烘烧。在基辅的马克西安决定加做淡薄蜡烛，部分家己用，部分卖人，体认到要度过寒冬，都要超前部署。Necessary to make some economy in electricity also. 电力欠缺，乌克兰也面临核电厂安全威胁。为这代志，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总署长格罗斯持续伫圣彼得堡甲基辅中间走丛，呼吁将乌国境内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划作非军事区。伊表示，俄国愿意甲 IAEA 讲，可能是真好开始。暗过用时爆出一段俄罗斯发电站起飞弹攻击画面，俄国指控乌克兰攻击边境的库斯克，地区2个船舰2000人无电通用。暗过乌克兰是否认？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几则天灾消息。头先先来行到咱附近的泰国。泰国主要的河川昭披耶河下游是已经咧做大水，不过因为大雨落无停，顶楼的水坝特别支撑袂调。为了防止水坝是规个放气，也是爱放水，山脚的大水是根本都退袂离。另外，我看南半球的澳洲，今年是已经有超过20个人因为水灾死亡，而且当地气象局是认为讲，大雨还佫会继续落，上届凄惨的时期可能也未到。澳洲塔斯马尼亚岛北边的莱尔顿，窜来的河水已经开始淹到桥面顶悬，状况真危险。外电引用当地政府统计指出，12到13短一天，塔斯马尼亚部分的所在落雨量都有400毫米。
That rainfall, of course, is producing a lot of flooding over the last month or so, month and weeks. We've seen soils become saturated, so the rainfall that falls has no capacity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soil. It's running straight into rivers. 高雄报告澳洲本土维多利亚城首府墨尔本为空中化是一片的水，伫个上新一波的水灾情当中，维多利亚是灾情上惨重的一个省份。今年因为反盛影现象，西太平洋各国拢传出大水祸造成灾害状况。澳洲各地今年以来因为水灾死亡人数超过70人。气象单位有预报显示，了后几礼拜还有大水祸发生，雨水涨起来也会更较厉害，请民众一定要遵守各级政府的避难指示。另外，在泰国也发生同款的灾情，贯穿全国的昭披耶河，在大水祸之下，水位一直涨起来。为东北边境的乌云府到中部，接近首都曼谷的大城府，水因面体情形，世界拢已经看到。不过，水利单位依然决定提悬水排蓄水量。泰国是佛教国家，庙寺甲和尚拢有真悬的社会地位，所以伫水灾来的时阵，为了无要互大城府这间庙寺的金身佛像雨水引起，当地政府决定引导水流，甘愿互附近的村头继续饮水，也要救庙内底佛像。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美国地块一间的徛在离较远，而且嘛有袂少人是住伫咧较压贴的所在，所以侪人家厝恁内底拢是有清的。互民众买清，本来是要用来保护家己，不过煞是常常发生乌白杀人的事件。昨伫北卡罗来纳州，就有人走去当地一条侪游客会去散步的小路开清，竟然是造成5个人死亡。警方甲凶手是开徛几落点钟才抓着人。规排警车包围案发地点，原本休闲宵禁的所在，即马变做枪击现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当地时间13下晡发生枪击案，嫌犯拿长枪走去首府罗里一条适合慢跑骑脚踏车的绿色小路开枪，致使5个人死亡，其中一个罹难者是休假的关键。Tonight, terror has reached our doorstep. 警方紧急爱居民伫厝的避难，搁派出大庭远景抓凶手。差不多几落点钟，总算伫暗时抓到嫌犯。Approximately 9:37 tonight, the suspect in this incident was taken into custody. A white male juvenile was arrested by the Raleigh Police Department. 这已经是美国今年以来第25件罹难者有4个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警方无公布凶嫌年纪甲姓名，犯案的目的嘛也无清楚。不过北卡罗来纳州枪害法律比德州等南部州更较严，买枪必须爱进行背景调查，凶嫌安怎买到枪，爱搁查清楚。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去年，国会将通过假信息法案，未来伫咧媒体甲社群平台传播假信息，相当是会去互关3档。不过，这假信息的定义到底是啥？批评政府敢有算？发表家己的推测敢有算？法案是拢无明确写出来。侪人就烦恼讲，这会正做领导人干涉新闻自由的手段。去年期国会伫个13表决通过不实资讯法案第29条，假使讲若是公开散布误导性的资讯者，安尼就会拄当着1年到3年的徒刑。国会反对党的议员烦恼讲，这部法案会来威胁到言论自由，会正做总统埃尔多安伫个明年大选进一步来控制新闻自由的手段。佮正受气伫个国会内底举讲推啊，甲手机啊、含糊烂来抗议。Eğer buradaki yasa meclisten geçer ise arkadaşlar bu telefonlarınızı artık bu şekilde kırıp atabilirsiniz genç kardeşlerim. Kullanmanıza gerek kalmayacak ama 2023 Haziran'da o genç kardeşlerim size gereken dersi verecektir. Teşekkür ediyorum, saygılar sunuyorum. 埃尔多安上任以来，煞咧强化控制社群媒体，强调土耳其的敌人甲同路人，当咧利用社群媒体攻击土国的政府。从2016年政变无成了后，确实是安尼。不过，欧盟执委会的咨询机构威尼斯委员会顶礼拜对这个法案第29条发表紧急意见，讲这会来造成干涉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无人敢讲话。建议土国当局唔通立法。执政党国会议员是出来护航咧讲，这个法案唔是针对批评意见来设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资料显示讲。
2021兔年期的新闻自由排伫180国第149名。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第2021世界自由指数，兔年期互评做是无自由、无实质性法案，拢总有40条，所有的条款通过了后，会成做法律。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咱台湾早期有产家家庭会甲囡仔卖人，后生卖人做长工，查某囝卖人做新妇仔。这款风俗已经伫台湾消失。不过，伫侪发展较无好的国家，亲像是阿富汗，也是有在发生。甲50岁查某囡仔卖互较侪岁查甫人做某，因为即寡查某囡仔身体也未发育完全，有的查某囡仔就去互强迫生囝，不幸死亡。就算有活咧，生活嘛无一定会真好过。当地有一个防止被查某囡仔互做某的协会，去年就启动援助计划，帮助即寡互卖去的囡仔转去因兜，嘛培养伊原本的家庭赚钱能力。90岁阿米娜原先甲厝的人住伫阿富汗西北部的偏远山区，这所在塔利班外管，为政府组织也真少来庆祝。当地真侪家庭是过一天算一天，真正生活过袂落去的时阵，只有甲查某囝卖掉。偌久进前，阿米娜爸母用2500块美金换8万块台票介绍，改买一个大15岁男性做小新娘。Do you feel ashamed for selling her when you see her crying like that? It's because our children are starving. I have no other choice. 也过卖查某囝，其实厝底人也真唔甘。加在3个月前，一个防止同婚的协会来介入，促销阿米娜的婚事，并且协助因搬到西部城市赫拉特。协会毋是直接用钱甲阿米娜赎回来，而是了解因的家庭状况了后，协助这个家庭自力更生。It happen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mams in their neighborhood. To annul the marriage, we had to promise to help the father find a job. We had to sign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the father must reimburse the husband within a year or two. 另外一个家庭进前也甲厝内底4岁查某囡仔卖互一对无囡仔的翁仔某，加在伫协会协助之下，一个领养也被取消。And you're never going to sell your daughter again? No, I'll never sell her again. I love my daughter very much. I had to sell her, and I couldn't stop crying afterwards. 防止同婚团体指出，塔利班掌权进前，阿富汗就卖查某囝现象了情况更加恶化。另外，故事根据95%阿富汗人民粮食不足，若是国际社会无伸出援手，当地同婚情况可能演变成最近10年来上界严重的。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译。商品的包装顶管拢会印保存期限，有真侪消费者拢表示讲，若超过期限，物件都被价值。不过其实有的期限只是代表讲，若过期食起来就会较歹食。所以为着减少讨债食失，英国有大型的超商是取消食失的期限票时。即卖去传统市场买菜人愈来愈少。都市化程度较悬的所在，即马大家要去买生活用品时阵，拢走去大型的超市连锁店。真侪人买进前，拢会先看外包装顶头的有限日期，看是毋是有过期。I think it gives me a sens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line for the food, and so I'm more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with the food based on getting closer to that dat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hey have expiration dates, and I do look at them and use them. 真侪国家的这种卖场拢有标示日期，不过问题就是标示的用语，特别是伫咧蔬菜水果加肉。譬如讲，某一个期限进前是食产品的上好时间，过了期限可能味有较歹，不过也毋是讲袂使食。但是真侪消费者看到过期啊，就认为袂使食，就拢总甲伊淡掉。There's sell-by dates, there's expiration dates, there's best-by dates.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at those things mean.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if it says sell by, best by, or expiration, you can't eat any of them. Well, it's not actually accurate. 伫咧英国，包括阿斯达、莫里森、维特罗斯等几多间连锁超市的业者，自2020年9月开始，就慢慢取消全部或者是部分生鲜食品的赏味期限标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避免伤过侪食物和消费者单调造成浪费。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